大家好，喺教學裏面我會同大家逐步咁樣做出呢一個文具批發網站。咁當然啦，呢一個網站係一個例子嚟嘅啫。咁當你上完堂之後，你就可以隨住自己嘅喜好製造出更加適合自己嘅網站，甚至乎加入比呢一個網站更加多嘅 function。咁我呢度就簡單咁樣介紹呢一個網站有啲乜嘢唔同嘅功用同埋佢嘅設計。嗱，咁首先嚟到呢一個 sample 嘅網站主頁先。咁首先上面有個主選單啦，有唔同嘅版面啦，而呢一啲嘅版面理論上係可以無限咁樣加落去。如果你有寫 blog 嘅話，你亦都可以加入一版係專為 blog 而設嘅版面。咁另外因為呢一個網站係網店嚟嘅，咁所以亦都有購物車啊、我的賬戶啊、結賬等等呢啲嘅版面。另外每一個版面裏面其實亦都可以加入唔同嘅子分類。例如喺文具商店呢一版，你會見到佢裏面係有一啲所有筆、擦紙、膠、記事簿等等呢一啲嘅子分類。而子分類裏面，例如所有筆呢一度，佢亦都有自己嘅子分類。咁即係子分類裏面亦都係可以自己加啲子分類。咁甚至乎好似例如呢一度熒光筆，你亦都可以再細分一啲唔同嘅子分類。例如可能係韓國嘅熒光筆、日本嘅熒光筆、大陸嘅熒光筆等等，所以基本上呢一啲嘅分類同埋版面係可以無限咁樣加落去嘅。咁好啦，我哋拉落去睇一睇先。嗱，咁首先呢一度就有一啲唔同嘅按鈕啦，咁一 click 入去嘅按鈕就可以跳到去唔同嘅版面裏面。咁右手邊客戶人數呢一度，你會見到有一個數字嘅 counter。嗱，首先我將呢一版 reload 一次先。嗱，咁當人一入嚟呢一個 counter 就會喺度數，而左下角呢度係有 sales notification， 咁佢就會 show 出嚟話幾時邊一個買咗啲乜嘢嘅產品，咁成個網站睇落就會有啲人氣。嗱，咁呢啲資料就你自己入嘅啫，你亦都可以揀唔用嘅。咁另外呢一度有一個 video 啦，咁呢一個 video 係可以播嘅，你亦都可以隨意咁樣喺唔同嘅版面裏面插入唔同嘅 video。咁拉落啲，我哋就喺呢度做一個巨型嘅走馬燈。咁而走馬燈嘅每一張相都可以 click 入去唔同嘅版面。咁再拉落啲就係一啲嘅產品分類啦。例如呢度係原子筆，你可以選擇用一個靜態嘅展示方法，而展示嘅產品數量係可以自己調校嘅。例如呢度我就展示咗4個產品出嚟。咁另外你亦都可以用走馬燈形式咁樣將產品展示出嚟。而呢個走馬燈每次入咗幾多個產品，又或者每次 show 幾多張產品，亦都係可以自己隨意咁樣調校嘅。咁因為呢個係網站嘅主版面啦，咁我就唔想將啲原子筆一次過 show 晒出嚟，因為如果一次過將啲產品 show 晒出嚟就會好亂噶啦。咁所以基本上我就 show 一部分，然後就加入一個按鈕，好似例如呢度加入一個所有原子筆。當人哋一撳呢一個按鈕嘅時候，就會跳到去所有原子筆嗰一個版面裏面。咁再拉落啲，亦都係有唔同嘅產品分類啦。咁呢啲嘅產品分類，咁我就用咗靜態嘅展示方法。咁拉到呢一度，你就見到一個走馬燈嘅客戶見證分享。咁加入咗呢啲嘅元素之後，成個版面就會俾人一種好豐富嘅感覺。咁下面有一個常見問題嘅 section， 而問題嘅答案係可以接得埋嘅。咁再拉落啲就係加入咗一個最新文章嘅 section 啦。咁而右下角呢度亦都加入咗一個 WhatsApp 嘅 icon。當人哋一撳入去呢個 icon 嘅時候，就會跳到去你個 WhatsApp 嗰度。咁另外你亦都可以加入 Facebook Messenger 都可以嘅。而呢一版最後就係加入咗一個次要選單。同樣啦，呢一個選單係可以無限咁樣加入唔同嘅版面嘅。咁我喺呢度試下撳入去聯絡我們呢一版。咁你見到呢一版，我就喺呢度入咗一個 contact form。嗱，呢個 contact form 裏面嘅文字啊、元素啊、排位啊，其實你亦都係可以修改嘅。咁拉落啲就係聯絡我們嘅資料啦。咁呢度嘅電郵就係一個我哋網站嘅專業嘅電郵嚟嘅。咁再拉落啲，我就加入咗一個地圖嚟展示我哋嘅位置。咁另外就入文具商店呢一版俾大家睇一睇。嗱，咁呢一版我就擠晒所有嘅文具產品喺呢一度。咁如果一版展示唔晒，咁就可以撳下面嘅數字，進入第2、第3、第4版咁樣。咁另外我試下撳入去呢一個產品裏面。咁呢度係可以俾客戶選擇翻要邊一款產品啦。咁當佢一選產品嘅時候，就會即刻跳翻嗰個產品嘅相出嚟。
咁再拉落啲，喺每一個產品裏面亦都係可以加入唔同嘅 video 同埋詳細嘅描述。令我試下揀另一個產品俾大家睇一睇，例如我揀呢個原子筆。咁你見到原子筆呢度佢嘅選項係有兩組嘅設定，咁呢度係顏色同埋數量。咁例如我喺顏色呢度揀藍色，然後數量揀一支，咁同樣啦，佢亦都會跳出相應嘅產品相片出嚟。例如我喺呢度揀3支，咁你見到佢嘅相片呢就係一路咁樣變嘅。嗱，咁呢啲嘅變數亦都可以加入更多嘅項目。咁例如呢一度除咗顏色數量之外，你可能仲要加入尺寸啊、材料啊等等呢一啲都係可以嘅。嗱，咁大家見到呢一個網站基本上佢嘅設計啊、功效啊等等呢一啲都係非常之全面嘅。咁畢竟我呢一個只係一個臨時嘅 sample 網站嚟嘅啫。咁基本上大家上完堂之後就會可以做出更強大、更適合自己風格嘅網站出嚟。而呢個 sample 嘅網站連結我就擠咗喺影片嘅下邊，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參考一下。